讲下去了吼。啊，不过我现在咧想讲，咱教会唔是伫1楼呢，咱教会伫对，伫12楼呢。你搁总甲12楼来甲我讨钱，我嘛啦。唉，我嘛啦，好啦，我嘛加减啊，分你食一个中昼吼。昨有一件，星期四，星期五有一件做感动的代志。咱有一寡兄弟知影，我当下来固定第1档啊、第2档，有一个日本人，一个老阿伯，耳机上。哦，安尼夏天就是这个时候，夏天，然后满头大汗，总来12楼，搞我讲，我听无伊在讲啥，我们2个就比手画脚，我讲英文他也听不懂，他讲日语我也听不懂，我大概猜得出来他在找一个教会，好，伊讲伊要开会，要找一个教会，啊，找到咱家，我们古灵教会非常显眼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盖容易被找到吗？好，后来。我就只好带着他去找教会，就找到对面天主教的更新文教院，一起要去遐开会。但是伊要开会，伊是一个历史学者。对迄当开始，伊若来台湾，拢来给我看一下。每一年，迄个汤长老有碰过，对不对？嘿，汤长老迄届多好一滴的，会当甲伊讲几句，伊讲我做欢喜，他们2个可以讲日语。他这样这几年来，只要来台湾，他就来开会，他就会上来跟我们喝一杯水，倒一杯茶。星期五，我送他到电梯，他已经会讲国语了，太厉害了！这5天，这五六年，他已经会讲国语了。结果我台语个讲安尼吼，伊甲我讲吼，他用国语在电梯跟我说。我来看你一下，就放心了。伊讲我来看你一下，我就可以比较放心。我的讲你是在讲啥？我很感动。我是累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是擦厕所的。是的，失态，是的。我是在讲哦，咱拄着唔通放过啦。我们遇上了，这是上帝的带领的缘分，不要轻易的放掉。这日本耳机上。他每一年来，他都来看我。他很感念那一天，我带着他，这热的所在去找，根本不晓得是哪里，找了1、2个小时，找到原来是更新文教院。伊拄着伊就无放过，各位在你知影意思？他遇到这个情分。他没有轻轻的放过，他每一年来开会，都还来看我。我应该要学一点日语的，我连伊的名叫啥，我拢叫不出来。我今年甲特妹死，伊讲伊无妹死，他没有名片，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叫不出他名字。希望他明年还会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问他的名字是什么哈。各位，这我的意思是讲，咱无法度顾到全台湾这受苦的家庭，按个我无拄好拄到，我毋望咱兄弟们来甲帮衬一下，无咱嘛无一定会当继续甲当作是咱的责任，一直帮衬落去。毋过当我想到因遮的囡仔，搁咧读小学，一个妈妈已经无头路啊。即马应该一直在用进前所有的存款，
进入一个困境，好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这不是咱一般的做法，因为通常我们的慈善主日都是针对机构，啊是教会，好，所以我感谢咱的长老这次破例，好，这个陈牧师吼，大概拢唔知去找啥物件吼，感谢咱的长老，真正各位兄弟。我来个人教会，我做感谢咱个人教会的长老，对于我有足大的宽容，我都没有按牌理出牌，然后都会忘记事情，都会搞砸事情，好，因对我足大的宽容，好，所以我今日用一寡时间，甲大家望讲，咱即届的慈善主日的奉献，咱就针对这个家庭。有点不合规定，不过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关心这个家庭，因为因真正陷入困境，哦，他连电话都不敢接，哦，虽然需要帮咱，连电话拢唔敢接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卡通迄通电话，啊，就借着这一通电话，咱对于这个家庭有一寡帮助。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之前个杯。阮真正感谢恁教我遮个一顶基督徒抗做伙，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。阮知影，拿保罗所讲的，当阮穿这个上帝所赏赐全副的正价以后，阮毋是去攻击这个世界，阮是听候这个世界对阮的威胁，对阮的压迫，因为阮知阮所过的生活。的款是这个世界所无介意的，是这个世界所青分的，是这个世界甚至认为是威胁的。所以帮助阮，不论是阮所想所做，的确要显明迄个上帝国的香味伫这个世界，帮助阮真正无放弃。伫阮的生命中所拄到需要帮助、需要咱支持的人，这毋是这个世界的做法，啊，毋过阿爸爸，这的确是上帝国的做法。你着帮助阮，安尼来活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歹势，真正做歹势。啊，这个时阵，伫咱要唱回应的诗的时阵，咱要先来做咱的。升级礼拜哈，咱呢儿童主日学哈，有为幼稚班上来小学